和下跑咯。冇咁快啊，夠啦！俾啲速度去啦，3波俾啲口號啦，頭俾掣憑感覺，係明唔明呢個意思啊？呢個咪感覺咯，停埋佢死埋火啦！唉，做乜唔死火啫？再嚟多次，你百厭啊，嚟多次啊！快啲，你好似頭先嘅速度，但係要憑感覺，要試架車死火，我要你知道點解要你哋死火啊？死火你先知道死火係救命啊嘛，得唔得啊？你繼續放翻架車去就救唔到條命噶啦。好啦，阿 TV 繼續啊，未捉住啊，再嚟多次啊要。望翻遠啲速度，2波、3波、4波、3波，好收油，頭尾掣，感覺頭尾掣，係啦，嗱明唔明白？見唔見到？見唔見到？嗱呢個就係感覺嘅，有速度嘅，架車死火係咪死火啊？死火先幫你救命，第一時間唔好諗架車着翻架車先，停咗架車先，後邊先作埋走啦，跳車走啦，即係點解啊？都停咗學住喎，你睇下係啊，係啊，咁你諗頭先你速度快唔快啊？嗱，頭先速度快唔快啊？起碼提40、50啊！我諗冇50都有40幾啦。個速度係咪從呢度嚟到呢度停得等架車啊？係咪我感覺落啊？咁就係如果你睇得急嗰陣，認一陣咧，有人衝出馬路啊，你乜都要停㗎啦。因為咧，當你速度越嚟越快嘅時候咧，你速度越快咧，判斷嘅時候咧，判斷嘅嘢咧就越嚟越窄㗎。速度越高，你望嘅視線咧就一路收窄㗎。去到你過160公里之後咧，你即係剩翻前面1點㗎咋。你個位置啊，嗱，我哋如果停個車慢嘅時候咧，人嘅視線就咁闊嘅。當速度一路加快咧，個人嘅視線咧就好似個手臂咁慢慢收窄㗎啦。好啦，過100啦，跟住120啦，140啦，160啦，我只係見到前面1點㗎咋，得㗎，明唔明白？明白。所以咧，點解你炒車咧？個視線收窄咗啦嘛，去到160之後，跟住咧右邊有車衝出嚟，已經停唔切㗎啦。好，再嚟過，做多一次。